欢迎收看《民视台湾学堂想象台湾》。大家好，我是钟礼。今天我们想象台湾要来跟大家谈这个议题呢，叫做战争还是和平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提出了这个要跟中国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可是和平协议它到底带来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我想我们今天要透过另外一个案子，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和平协议可能会有的问题。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是西藏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个西藏这个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才仁，欢迎达瓦董事长。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西藏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台湾前一阵子有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抛出了说谈和平协议的这个问题。那可是和平协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台湾来谈，可能还是有很多台湾人不知道说和平协议后面可能会潜藏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从西藏的例子来看。那为什么要特别来谈到西藏的例子？因为今年是2019了，1959年60年前，所以有这个西藏抗暴，所以今年就是西藏抗暴的60周年。那其实，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群在台湾的 NGO 的朋友，那还有包含在台湾的从不管是就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各政党，很多立法委员或者是议员都有出席一场记者会。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发生的一段新闻。拿出达赖喇嘛头像，还有西藏国旗，在台藏人在立法院前高喊“藏人要自由”。西藏是西藏人的，中国军队滚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藏人第二代扎西慈人来台近20年，以亲身经验呼吁台湾不得不小心中国的和平协议，其实包裹着美丽糖衣，因为上一个签和平协议血淋淋的例子就在眼前。杀120万的藏人，还有西藏的军队已经杀光了，所以最后他们要提出了一个17条和平协议。签完之后不到10年，达赖喇嘛专车跟8万个藏人已经流亡到印度。我要拜托台湾政府，以后跟中共是任何的谈判的时候，非常要小心，不能忘记西藏。为310西藏游行暖身，包含时代力量、社民党这回活动得到跨党派的代表力挺，连民进党秘书长、立法院代表也出席。一改执政3年来对西藏议题的低调态度，大动作力挺。动员的人力上没有办法做到最圆满。但是在基本立场态度的宣示上，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不会有模糊。那同样的，我们欢迎达赖喇嘛能够来台湾，其实他有权利自由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中国国民党一直不断宣示中华民国对于中国大陆仍然拥有主权。可是呢，对于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西藏人权压迫的事件，中国国民党竟然连一声都不敢吭，连一句都不敢批评，这真的是非常可笑。苗博雅把矛头对准国民党，批评国民党宣称在中国拥有主权，却在西藏议题上晋升。这场活动也让外界看到，除了国民党外，不分党派代表都为西藏自由发声。好，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这一段新闻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政党的这些国会的，不管是立法委员或者是这个县市议员都站出来为西藏的自由来发声。那也为什么呢？因为要来今年在这个礼拜天就即将在台北也有一场这个纪念这个西藏抗暴60周年的一场游行即将举行，所以他们透过这个记者会来做声援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最主要当然国内是2大党，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那民进党其实今天也有出席了这场记者会，是有这个秘书长罗文嘉。那其实过去民进党也有曾经也参与过，像是这个每年在台北街头举办的这个相关的西藏的游行，也都曾经有参加过，甚至这个蔡英文总统他之前担任主席的时候也有参加过，有参加过，对。可是今年其实有过去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民进党其实都没有主动的站出来要来声援这个西藏议题。可是今年很特别我们看到这个秘书长罗文嘉先生，他今年特别出席了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同时也声明说，这个要来声援这一场西藏自由的这个游行。
那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其实也看到一个这个罗文嘉先生提到说，很欢迎这个达赖喇嘛再来台湾访问。对。那因为他说他有自由应该可以去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说，过去达赖喇嘛曾经在这个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也曾经那时候应该是说有邀请那来台湾这个的办理这个法会嘛。对。那未来还有没有这个可能？对，像罗文嘉秘书长所表达的一样，达赖喇嘛有这样的自由。对。理论上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有他决定，能不能来这些问题。对。但有时候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描述。是。但是在现实的层面来讲，当然是。因为不管台湾或者西藏，特别是台湾，他在这个事情上是直接面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时候，对，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有这样的意愿，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就能够去推行。因为中国的怎么说呢，就是霸道，是，以及他所采取的不择手段那些方式，大家都知道。所以说。现实还是要看情况了，未来。是，所以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变数在这边，尤其是有这个中国因素在里面，对，它唯一的会变得相对复杂。唯一的就是中国的因素。对，如果不是中国因素，我们知道他在台湾，对达赖喇嘛的欢迎至少是不反对，这样的是占绝大多数。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藏传佛教徒在台湾。对，藏传佛教，而且在台湾的发展都是。越来越比较的正向的在做发展，所以说很多的藏传佛教信徒，不仅仅藏传佛教，其他的不管人权或者人文，或者说从环保或者是各个在这样的角度里面，喜欢达赖喇嘛，希望聆听达赖喇嘛的教导，或者希望见到他的，这样的人在台湾都是非常多，是占大部分的，所以唯一的障碍其实就是北京了，对。那其实我们在谈到邀请这个达赖喇嘛，如果要邀请他来台湾访问，其实我觉得，当然达赖喇嘛这个西藏宗教基金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可不可以也请这个达华董事长跟我们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像达赖喇嘛基金会在台湾来说，其实应该算是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算是驻台的单位嘛？对，可以跟我们简介一下说，达赖喇嘛基金会在台湾。主要扮演哪一些的角色跟功能？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驻台的代表，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驻台的代表处。是，所以因为我们在设立基金会的时候，那时候达赖喇嘛还是西藏的政教的领袖。是，所以后来达赖喇嘛退出政治，但是基金会还是会在双向的既扮演达赖喇嘛的代表的角色，也是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是藏人行政中央。代表角色。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除了一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跟台湾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一些的工作以外，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就是去维护在台湾的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因为在台湾有很多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正面的这些都直接维系到西藏。的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方面，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另外还有在台湾也有上百的这个西藏人，那我们要去照顾他们。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台湾是中文的这样社会，中文的世界，所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在丑化。西藏在污蔑西藏的很多事情的时候，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藏的问题、西藏的真相、西藏的文明，这些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基地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你的任何的言论、任何的出版，它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看重。所以。类似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是介绍西藏，一个是维护藏传佛教，然后一个是照顾藏人，这些是更多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寻求台湾人民对西藏的认同和支持。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达赖喇嘛基金会在台湾扮演着说，等于说是台湾民众、台湾人民跟这个西藏之间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包含宗教上的往来，
的这种交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西藏的抗暴60周年，今年来说，其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在台湾最近也烧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和平协议。对，我们知道说在西藏过去有曾经签署过所谓的17条协议。对。那其实，在谈到关于和平协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台湾的这个所谓陆委会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民调啦，做了一些调查，在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台湾民众对于两岸议题的一些看法，包含说我们对于中国的一国两制赞不赞成？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当时的这个西藏签这个17条协议里面，其实有一点像是一国两制的滥觞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你看台湾对这个两岸议题里面一国两制主张不赞成的高达有75%的民众，那赞成的只有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像这个从陆委会的调查。台湾人民其实对于这个一国两制其实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对。那如果再谈到说，就是谈到说，如果承认9·2共识一样再谈到这个承认9·2共识，就代表接受一个中国，台湾人接不接受？其实也有高达74%的人是不接受，接受也是一样，差不多只有10%左右。所以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其实台湾人民对于所谓一国两制啊、9·2共识。当然，9·2共识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可是对于所谓一个中国，对于所谓的要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台湾人是有很大的疑虑。可是这样我就很好奇，想要请问这个达瓦董事长，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历史的脉络？为什么会让这个就是西藏的政府要去跟这个中国政府签订所谓的这个17条的和平协议？17条的和平协议，它其实是当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城下之盟。是。但是西藏人为什么会要去签这个17条协议？因为从历史来讲，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跟国民党的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西藏政府根本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入侵西藏啊，所以1949年当时的西藏外交部，给中国共产党写了一封信，对，信的开头就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你好，就前面先说啊，你们中国的内战终于要结束了，是，表示恭喜，然后呢说希望在你们的内战中的军队进入快接近西藏地方的时候，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军队，不要让它越过边界。引起无望的冲突不好。所以是当时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进到西藏边界，就是在军队不要进来了，边界不要误入引起冲突，也就是小心，你不要让军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进去，然后引起冲突不好。的文书往来就对了。第三个呢，他就说，我们西藏的很多土地在过去被中国占领。对，那你们现在内战已经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把我们的土地归还给我们？所以当时的西藏的想法是 ，OK， 你中国内战结束，我们要开始讨论我的土地的规划，根本没有想到会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是，但是中国政府毛泽东对此的回应就是我要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对，所以解放军在没过几个月就开始攻打西藏。对，那攻打西藏的时候，西藏在过去13世达赖喇嘛曾经建立过一支比较在西藏来说比较强大的一支军队，它有上万的军队，这些军队训练也比较好。但13世达赖喇嘛缘起以后，西藏的政府那些贵族或者是寺院，他们都认为我们西藏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保留这么大的一个军队的军事力量啊？所以他们军队裁撤了很多，在其他方面，他把军队也不当成军事的训练也好，装备也好，他都完全就不管。所以说那些藏军就几乎10几年都没有任何的战备的训练或那些，所以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非常的弱。那所以听说中共的军队要入侵西藏，西藏军队马上西藏政府马上把军队派到前线。是。那派到前线是西藏军队一共才有8000多人，总共才8000，总共8000。西藏人民那时候大概有多少？对，那个时候是600万，那现在西藏自治区大概是军队只有8000人。对，200多万，但是。那些军队派到边界的时候呢，西藏人因为很久没有打过仗，对，所以西藏的军队都是沿着边界一字排开的部署，所以解放军不管从哪个地方打，他面对的藏军都不超过100，
是，一般都是十几个的，所以他那个根本就从现代战术和战术来讲，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防卫。对，结果藏军一下就打败了，那解放军4万多人，那个根本就不成比例。对，打败了以后，达赖喇嘛西藏人一听啊，中国竟然打进来了，惊慌失措。都举国哗然嘛，所以摄政马上把政权交给达赖喇嘛，然后达赖喇嘛第一个动作就是往西藏印度的边界跑，因为13世达赖喇嘛也曾经流亡过印度，所以跑到边界的时候，然后也派人向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呼吁说，我们西藏遭到中国的入侵，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对，结果世界各国都没有人去，那时候可能自顾不暇，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啊、反殖民啊等等的这样一个思潮，所以西藏人的这个呼吁没有被世界各国接受。在世界各国不接受、不愿意去帮助西藏的时候，中国的军队却停止进攻，然后说我们要跟你和谈。所以西藏人一听哇，我已经这样状况下，你还没有进攻，所以马上派出和谈代表。所以他先打了以后，然后再说要和谈。对。所以和谈的时候呢，那西藏人还是非常的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所以派出代表给他们说不允许签约，不允许有任何的权利，你只说不要让中国军队想办法不要让中国军队进入。对。但是签约的代表到那边说，中国政府是施加压力，中国政府急着要达成一个协议，达成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对西藏的主权。是。所以他提出了有关协议的内容。他提出的那个协议内容其实就是后面的17条协议。西藏人虽然在那里面争了很多，但是他们什么都没争下来。是，最后还是按照中国人所提出的条件，以及在中间还加入了班禅喇嘛的那些条文，然后就签订了17条协议。签订17条，第17条还规定说，协议自签署之日起就生效，立即生效，立即生效，而且。他要求西藏人盖印，因为以前都是用印章嘛。对。那西藏代表来就，因为他不愿意，他没有授权，所以他不敢盖。他们都说，我们没有带印章啊，那个也难不倒中国。中国马上说没关系，他马上就从北京给所有的代表刻了一个印章，然后刻了印章以后盖在那17条协议。所以你现在看17条协议，直接帮西藏人刻印章，而且有一个印章还刻错啊。所以你现在看当时的17条协议的文本。其中有一个名字，他的印章和名字是刻错的，类似这个样，所以就这样就签了。那为什么西藏人后来接受了？第一个，当时的西藏，因为就像这个1国2制一样，历史上其实会有这样一些国家嘛，就是类似传统的一些国家，他都会那些帝国，他占领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国家 ，OK， 我附属，我用那个臣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继续维护自己的。国家，但是我在名义上我臣属于你，但是内部呢完全我自己来做主。是，所以西藏人大概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同样就是类似就1国2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度自治。对，其实就是现在的说法。而且中国政府在17条协议里面对西藏提供的条件所做的承诺都是相当优渥的。对，所以说看起来是优渥的。对，是，所以西藏人这么一看，他就觉得这个是在最坏的状况下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对啊，因为如果不接受，他就打来了。那我不接受，你什么都没有。对，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状况了。没有，还有一个其实也跟那个西藏的宗教文化有关，就是当时听到签订17条协议，很多的西藏的官员，建议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然后领导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但是很多的俗官和很多的僧官，或者很多的西藏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流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所以印度呢不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它是印度教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与其流亡到印度，还不如我们去跟中国合作。中国它那么再怎么样，它也是个佛教国家，所以应该有很多的沟通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他不知道共产党是个无神论的政权，所以最后西藏人还是选择了回去跟中国，最后还是接受17条协议。到最后17条协议就变成西藏人的保命符。但是只要几年的时间，达赖喇嘛就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把17条协议当成一回事。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1956年时候，达赖喇嘛去印度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那个佛陀的
纪念仪式的时候，达赖喇嘛应邀出去的时候，达赖喇嘛那时候曾经想要留在印度，对，因为他发现中国政府根本没有遵守17条协议，他根本没有能力去用17条协议去保护自己的人民。是，当时的尼赫鲁就是建议他，你还是要回去，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西藏人现在有的唯一的就17条协议，你要尽可能的用17条协议来保护自己，哪怕中国政府想践踏，想要去消掉17条协议，你都要想办法让中国政府去遵守，至少是名义上遵守或者表面上遵守也并没有好。对，所以同时中国政府来，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周恩来，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部长陈毅，都跑到印度来劝达赖喇嘛回去，然后又做了很多很多的承诺。那达赖喇嘛一看你做这么多的承诺，尼赫鲁又这么建议，他要保护自己的人民，对，所以好像又回去，好像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他又回来了。回来后结果发现还是一切都不变，就是中国。周恩来也好，陈毅也好，他们所做的任何的承诺，回去以后就发现都不变。他的承诺的目的仅仅是要把达赖喇嘛骗回来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签订这个17条协议里面，它就是一个包裹糖衣的毒药的概念了。那因为我们可能以为都会照这个协议上面的来做。那其实最近啊，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少将，他叫做这个王卫星，他也提出了说，他其实在前几天的新闻而已他就提出说，如果台湾愿意签和平协议啊，一国两制啊，台湾有一国两制的时候，其实他说可以给予台湾有10大特权，那10大特权，我发现可能会跟这个17条协议里面有一部分是重复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他说的10种特权的权利比如说他可以台湾政府可以在所谓中央政府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权底下自行成立行政机构，也就是你可以拥有行政权。那台湾的立法权呢，也归台湾自己的立法机关。然后台湾有自己的行政权，我刚刚讲了嘛，还有台湾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它也可以给你。台湾享有一定程度的外事权，就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权利，可是你要叫中国台北或叫中国台湾的方式。那另外，台湾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军队，然后他也说台湾可以让你保有财政独立，你拥有自己的货币制度，这个都允许你。那你台湾可以签发这个护照，可是这个护照叫中国台湾护照。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少将啊，他就提出了10大特权给台湾人。如果我们愿意跟中国一国两制的话，那其实很快的这件事情就被台湾的这个很多网友就是说，你讲的这10个权利，我们台湾都现在就有，不用你给我们就有了。对，因为台湾现在目前就是一个主权上相当独立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行政机关。有自己的立法机关，也有自己的独立的司法机关，都有，也有自己的货币，本来就有，即便没有跟你一国两制，我们也本来就都有了。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在我们说它这个当中有一些话术啦那我们如果回过头看这个17条协议的时候，17条协议里面其实比如说。他第1条就是说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抵抗这个驱逐帝国主义。可是现在中国就是最明显的帝国主义在侵略西藏，所以第1条就很奇怪咯。然后包含他也说要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它不会变更啊，达赖喇嘛地位不会改变啊，等等，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就像这个人民解放军这个少将说，台湾一国两制的话，可以拥有哪一些权利？所以我觉得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不可以请这个达赖董事长跟我们谈一谈，说17条协议这个实际上的内容，后来他这个都没有照着17条协议走嘛？如果把它用完全相反是去灌，它17条协议的内容后来完全是背道而驰，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对，比如说像那个他们在谈判的时候，你刚刚谈到第1条什么驱逐帝国主义，对，西藏人说我们西藏没有帝国主义啊。中国政府说有啊，一定有啊。那西藏人说啊，看，但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把它驱逐吧，因为当时西藏人他有开始从国外引进了电报系统，是电报系统，那西藏人不会用那个密码，所以西藏政府雇了2个英国人
啊，那2个英国人是那个流浪汉啊，他并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就是在印度啊那地方就是到处去打工的那种。西藏人雇了那么2个，那2个就变成是帝国主义，唯一的帝国主义就是那2个。那2个是西藏政府的雇员。所以说他这个的目的仅仅为了说明，就是他为了制造一个，就是说把西藏从帝国主义手下解放出来，他要彰显他的解放。所以西藏人说我们没有帝国主义，他就说你一定有，那某地方一定有。对，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西藏人也没办法，就像这个样，他那里面他规定的，比如说像宗教、像语言、像西藏政府的存在，对达赖喇嘛班长，但所有的这些内容全部都不仅完全是背道而驰，不要说有一点点的遵守，全部都是背道而驰，没有一样得到保障，而且他反过来还说这是西藏人自己给破坏等等等等，就是说完全是他是用那种他自己。完全是他自己自说自话，是，而且完全不会给任何人的你因为那时候其实你也没有解释的机会，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和平协议也好，任何东西签订我给了你，我也可以把你收回来，关键的问题是不是西藏人当初签17条协议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点他是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就像我们一般的人一个村夫也喊，就是那个村里面的一般的那些农民。或者一般的人，双方之间有个约定，或者说我把某一个东西寄存，或者我们有约定，10年、10几年以后来，我们还是会遵守。对，遵守，因为这个是一般的准则和一般做人的道德。所以说，2个国家签订那个条约或者是协议的时候，西藏人根本就没有想到，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会违约的这个事情。是，他认为只要你答应了，这些东西就会得成，所以他都是用。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那么我如果答应的话，对我有哪些？他都是用这个来衡量，然后去答应。结果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完全根本不把他自己的承诺那些当一回事。所以最终的问题，其实这个就像我们看1国2制也好，或者说是高度自治也好，所有的那些东西，它其实那些内容那个事实本身，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弱者来说很好的一个选择。是关键的问题是。他能不能执行？你用什么东西来执行？就像我们看中国现在和美国，他们签约，任何的东西，中国甚至通过法律，你看人大会通过那个什么有关那个知识产权等等的那些法律，但是美国说怎么样能够证明这些法律会执行？你在加入 WTO 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承诺。都没有执行，你的有很多很多的法律，你甚至有宪法，但是宪法有哪一样东西真正得到实行？有遵守，有得到执行。宪法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有哪一条真正的得到落实？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执行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确实的会执行的这些。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保证这些承诺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执行？不会违约，而且违约了，你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过去这个60几年前这签订了这个所谓的17条协议，造成了现在我们可能看到，西藏人民遭受到的一些困境的问题。那这些困境反映到现在的西藏藏区，是可以用最后1分钟左右的时间，请达赖董事长跟我们说，现在西藏藏区里面的人民，比如说宗教、语言。经济方面这3方面，大概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现在的状况是宗教是几乎就是只剩下最奄奄一息。宗教的形式在保存，它就是变成一个类似行尸走肉一样的。它的形式和外壳有保存，它的内涵，它的真正的精神是靠在境外的流亡藏人在保存。所以说这2个如果能够结合，那宗教就延续下来。如果不能结合，西藏近年这个就是有名无实的这样一种状态维持下去会非常的危险。那语言和文字呢？中国政府现在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地打压西藏人使用藏语文的空间。所有的西藏孩子现在在学校里面教的90%以上的都是中文，简体中文。对，简体中文。每周西藏人的里面大概有2节到3节，最多的4节藏文课，所以其他的全部都用中文教。西藏的小朋友不会讲藏文，对，不会文字，不会写，就像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等等很多的殖民国家，对原住民的孩子，把他们称为失窃的一代或者被偷走的一代一样。现在的西藏的孩子也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制造用寄宿学校的方式，把它跟自己的母文化隔绝，正在做灭亡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经济的状况呢？经济状况虽然比以前好，但是
西藏从来都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现代的是经济的这样一个有根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基地。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西藏的目前现在的宗教上、文化上、语言文字都遭受到很大的迫害。那包含经济上，汉人的经济去侵蚀到原本藏人的比如说这种逐水草而居的这种经济生活。那也我们看到现在的西藏的状况，就也请大家要来好好思考。那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也需要签订所谓的这种和平协议？那我们今天想象台湾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也再一次感谢达沃董事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谢谢。